我是薛浅，是你爸的前妻，我想和你见一面。你好，小凯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好，那我们不说废话，直奔正题。你爸在我这儿留了份资产，分成3份，一份是给赵淑兰，一份是给你的，还有一份是给我的。我爸爸的资产留在你那儿？对，我知道你觉得不可思议吧，但这是事实。千寻忽然就这么走了，太令人感到意外了。他走之后，我在抽屉里发现了这份遗嘱，是给你的。小凯，看到这封信，我知道你会很意外。我居然选择把最后的财产交给前妻来保管。这份遗嘱没有法律意义，他可以选择独吞，但是他一定不会如此。当他来找你的时候，请你无条件地相信他。这些钱都是与公司完全无关的合法财产，一共3份，一份给你妈妈，一份给你，另一份给你薛阿姨。你们都是我牵挂的人，往后的人生，爸没法再陪你了，好好保重。你的担保公司建议不要再开了，尽量不要做生意，你不适合。平平安安过一辈子，比什么都好。父李建勋。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奇怪，因为从小到大，你妈一定会跟你讲，我是你们家庭幸福的破坏者。你难道不是吗？你爸有必要在遗嘱里跟你撒谎吗？事到如今，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跟你讲清楚。我是建勋的原配妻子，后来的事儿就不必细说了。后来，赵淑兰瞒着建勋，偷偷地把你生了下来。她抱着你，坐在高楼的阳台上。如果建勋不答应和我离婚，他就会抱着你一起跳楼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妈是不可能把我当人质的。好，就当我没说。真与假，你可以自己判断。最后，赵淑兰的目的得逞了，但我知道她过得并不幸福，因为她根本不明白，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，爱不是争来的，也不是靠委曲求全得来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我会把遗产转给你们。我说这些，只是希望你不要再误解你爸爸。他没有对不起你们。阿姨，对不起。儿子，提早让妈回来干嘛呀？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妈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
你就老实告诉我，薛阿姨跟我爸到底什么关系？你问他干什么呀？不会是那个老狐狸精找你了吧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一直骗我？我没骗你。是，她是你爸的前妻，但是后来我跟你爸结婚了呀。他俩既然已经离婚了，那还藕断丝连的，算怎么回事啊？那不是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是什么呀？你不会是因为这个把我叫回来的吧？爸在他那留了份资产，分作你一份，我一份，他一份。好他个李建勋，不会是那个老狐狸精想要独吞吧？妈，如果他真的想这么做的话，就不会过来找我。老李把剩下的钱买了一些商铺，房产证薛阿姨也送过来了。说我不懂爱，我做的还不够多吗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妈，你没错，错的是我。我以前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明明拥有了其他人眼中完美的一切，却总是不那么开心。直到我从薛阿姨那里知道了一切，我才明白，回头看看我所谓的风流有多幼稚，多可悲。因为我没有真正爱过一个女人，
爱是奉献和牺牲，不是交换和索取。但我们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爱的能力，要得到经验，就要付出教训，这很公平。爸爸，我懂了，我不怪你，我走了，用新的方式去找我自己。祝福我吧。青春的散场总是猝不及防。李文凯走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王然也离开了，换了所有的联系方式。我无数次拨打着那个打不通的号码，走过我们走过的地方，但我明白，他已经走了。新冠疫情爆发，王然给刘科写信报了平安。他让刘科放心，他很好。他也已经明白，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金钱和物质，而是找到真实的自己。要走的留不住，曾经的不再来。我也很为他与自己真正的和解而高兴，但我还是很想念他。我知道，成长就是让过去过去，让未来到来，但我不知道，他的未来里有没有我。1年了，有王然的消息吗？没有。还要等下去吗？1年前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话吗？当然记得。我记得你说你忘不了王然，我装作无所谓的样子。可是后来，我才发现自己当时有多傻。感情的事情是骗不了人的。我以为这1年王然的离开，你能慢慢放下他，可是并没有。对不起啊。你还要继续等他。还要等多久？等到他回来为止吧。知道了。欣雅，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我没有遇见王然，我们2个人还挺合适的。可我偏偏遇见了他。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就不能当做不存在。我也很努力的想忘记他，可我尝试了，我确实忘不了他。他到底为你做了什么，让你到现在都忘不了他？其实爱一个人不是用付出多少可以衡量的。他为我做了很多很多刻骨铭心的事情，我会记住一辈子，我也会爱他一辈子。如果非问原因的话，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，但最后的结果呢，应该是没有原因。我呢，今年32岁了，家里人天天催婚。我妈昨天还跟我打电话说，我要再不结婚，就杀到城里来给我相亲了。家里的老人都是这样，我们家的情况跟你差不多。不一样，男人嘛，再晚几年无所谓。可是我等不了了。好在我也等过了，尽力了，也就放下了。林依晨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，也希望你能等到他。谢谢。来了来了，小桃子，我们开门。你好，陈涛老师在家吗？找错了。请问一下，这里真的没有一个叫陈涛的老师住在这里吗？没有老师，我是陈涛。啊，陈涛老师好。你啥事啊？啊，我是出版社的编辑，姓梁。出版社找我啥事啊？是这样子的，
您的小涛讲童话呢，已经出了1000多期了。我们呢想把您所有的童话故事都编进来，然后编成一本书，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？啊，当然了，稿费呢可以商量。出书？对，出书。真的出版？没错，真的出版了。大文豪，什么事儿啊？你最近忙不忙？我不管你忙不忙，陪我出去走走，散散心。去哪里啊？陈小子，哎，陈老师，陈大好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感谢你对我们这些娃儿的关心呐。要得要得，没得事，坐在后面。要得，米老师，李老师，哎，来了，过来帮忙哈。好多哦。来，米老师，慢点哈。来，李老师。大哥，别晒了。你这山沟里的3好学生，怎么成大老板了？那你一个堂堂的富二代，怎么就来山区做志愿者了？挺荒诞的，也挺真实的，挺有意思。你有他的消息吗？你有吗？没有。你都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会有？也是。你说到底是我算他的前男友呢，还是你是他前男友？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。我们两个都是他的前男友。你不会还在等吧？你放下了？这里山清水秀的，每天要过得这么充实，我有什么放不下的？我确实还在等他，可能等到哪一天我把自己消耗完，也就放下了吧。我看你就是跟萱姐一样的命，你才是大情圣。在一个为爱自杀的人面前，我怎么敢说自己是情圣啊？哎呀，这不错啊！哎，累死我了！这帮小孩子也太喜欢我了。这男子无才便是德，我是不是也太没道德了？涛哥，别吹了。我吹什么？你看，从1年级到6年级，还有老师、校长都被我搞定了。你有点心吧？我要是在这儿多待1天，我告诉你，就没你什么事儿了。你说你一个混江湖的，怎么当大文豪了？哎，那你一个富二代，怎么还来这儿当志愿者呢？志愿者能够干让自己开心踏实的事儿，我就没兴趣再去扮演一个富二代了。有酒没得？我戒了。没意思。谢谢，来，小桃子，快跟叔叔阿姨说新婚快乐！谢谢你，小桃子。谢谢。我们这个新娘是不是要跟新郎说点什么呀？我去，说啊！首先，我特别感谢大家能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我今天特别开心。
这么多年，大家一直都知道我喜欢孙大宇，我今天终于娶她了。哦，老婆，这么多年，你打我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有一种亲切感。我想说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我会一如既往的对你好。我发誓，你以后打我的时候，我随叫随到，绝不还手。成哥不是给你写词儿了吗？你不知道照本念啊？我给忘了。哎，正好啊，我有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。我准备把咱们的故事都写下来，出成一本书。哎，另一成，你不是总写日记吗？发给我，我当素材用。行，我整理好了发给你。那现在咱们要让2个新人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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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哎呀，晚上再说。亲一个嘛。进来喝酒了。害羞。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走。哎，别跑啊！谢谢你。何必制造这种假象？我相信发给他们，王然他有一天能看到的。既然还在等待，这又是何苦呢？他如果看到我释怀了，那他应该也就会放心了。其实，你还没有放下。只要他开心的话，那就一切都好。从前、现在、过去又再不来，红红落叶浸埋尘土内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暂停营业了。啊，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吗？对。哦，我可以在这里坐一坐吗？坐吧。啊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想起什么往事了？还是想起什么人？你的初恋？啊，叫什么来着？小轩。对，小轩。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凶得很，身边的人都喊他轩姐。小轩这个名字，只允许我一个人这么叫。小轩是我去山里支教的时候认识的。他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太妹，打架可凶了。我跟他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。不过，是我打他，不是他打我。后来我
我看他一直这样混着，也不是个事儿，就尝试着帮他走上正轨。然后呢？然后你们相爱了。对呀，天底下的爱情故事大多如此吧。哎，可是那个时候，真的体会不到他爱我有多深。我其实是离开山里之后，才慢慢琢磨出来的。后面我也去找过他一次，可是他已经离开了。那挺可惜的。那要不要我帮你找一找，让你们再续前缘？开什么玩笑？有时候我们怀念过去，其实不是人，而是时光。不过刚才路过这里，看到这个店的名字，我突然想了起来。那时候我跟小璇说过，说以后想回到母校旁边开一家小店，名字就叫做石可牙。哦，所以你坐下来了，然后看到老板不是他，还挺失望的呗？也不是，相见不如怀念。也许真的见面了，我们都不是彼此心中那个样子，那岂不是破坏了美好的记忆？来，二位喝点茶吧。谢谢。哦，谢谢。傅老师，您讲的这个故事挺美好的。哎，您怎么知道我姓傅的？因为曾经有个像天使一样的女人，坐在这儿跟我讲了同样的故事。是吗？然后呢？她走了，去找她心中的那个人了。你放心，她挺好的。谢谢。这就是我们这10年里发生的事，是我们成长的碎片，记载着我们从无知、偏狭、功利、虚荣，到懂得宽容、奉献和真诚。感谢我们爱过、错过、努力过、挣扎过，感谢我们不完美但认真过的青春，以及那些陪伴、容忍和期待帮助过我们的人。长大了会明白，我们不会有完美的起点，但我们可以相信未来，向阳奔跑，路上一定会有值得的风景。日记写完了，但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或者说我不想结束，因为我还在等他回来。我想等他回来，给我一个人生的婚礼，或者给我的青春一个葬礼。我终于懂了萱姐，等待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和你仿佛就有了联系。所以，爱一个人，全是自己的事，与他人无关。永远偏向你，如果可以保护你。林潮。孤独平静的旅程，充满了所有可能，也会遇见有趣的人和事，只是不会再与你分享那些过往坚守的理想。后来都承认了，故事也走远了，我们都奔向各自不同的路。关于以后的我，推开一切公平的我，永远偏向你。如果可以，心与心的
切的过去都曾是未来，所有的沉默都曾经闪耀。生命是一场不归的旅途，青春是荆棘丛里的奔跑。锁链都由誓言铸成，相思是自造的孤岛。艾草在我梦里疯长了10年，就像那天的你，在人群中对我微笑。